士師記第3章第1至31節。一耶和華留下這幾族，為要試驗那不曾知道與迦南爭戰之事的以色列人。二好叫以色列的後代，又知道又學習未曾曉得的戰事。三所留下的，就是非利士的5個首領，和一切迦南人、西頓人，並住利班嫩山的希未人，從巴力克門山，直到哈馬口。四留下這幾族，為要試驗以色列人，知道他們肯聽從耶和華藉摩西吩咐他們列祖的誡命不肯。五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、赫人、亞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中間。六娶他們的女兒為妻，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們的兒子，並侍奉他們的神。七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忘記耶和華他們的神，去侍奉諸巴力和亞舍拉。八所以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，就把他們交在米所波大米王古珊利撒田的手中。以色列人服侍古珊利撒田8年。九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候，耶和華就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者救他們，就是迦勒兄弟基納斯的兒子俄陀聶。十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，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師，出去爭戰。耶和華將米所波大米王古珊利撒田交在他手中，他便勝了古珊利撒田。11於是國中太平40年。基納斯的兒子俄陀聶死了。12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耶和華就使摩押王伊基倫強盛，攻擊以色列人。13伊基倫招聚亞捫人和亞瑪力人，去攻打以色列人，佔據棕樹城。14於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倫18年。15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候，耶和華就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者，就是便雅憫人基拉的兒子以弗，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，託他送禮物給摩押王伊基倫。16以弗打了一把兩刃的劍，長1肘，戴在右腿上衣服裏面。17他將禮物獻給摩押王伊基倫，原來伊基倫極其肥胖。18以弗獻完禮物，便將抬禮物的人打發走了。19自己卻從靠近吉甲鑿石之地回來，說：王啊，我有一件機密事奏告你王說，回避吧。於是左右侍立的人都退去了。20以弗來到王面前，王獨自一人坐在梁樓上。以弗說：我奉神的命報告你一件事。王就從座位上站起來。21以弗便伸左手，從右腿上拔出劍來，刺入王的肚腹。22連劍把刀刺進去了，劍被肥肉夾住，他沒有從王的肚腹拔出來，且穿通了後身。23以弗就出到遊廊，將樓門盡都關鎖。24以弗出來之後，王的僕人到了，看見樓門關鎖，就說他必是在樓上大解。25他們等煩了，見仍不開樓門，就拿鑰匙開了，不料他們的主人已死，倒在地上。26他們耽延的時候，以弗就逃跑了，經過鑿石之地，逃到西伊拉。27到了，就在以法蓮山地吹角，以色列人隨着他下了山地，他在前頭引路。28對他們說：你們隨我來，因為耶和華已經把你們的仇敵摩押人交在你們手中。於是他們跟着他下去，把守約旦河的渡口，不容摩押一人過去。29那時擊殺了摩押人約有1萬，都是強壯的勇士，沒有一人逃脫。30這樣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國中太平80年。31以弗之後，有亞拿的兒子珊迦，他用趕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，他也救了以色列人。